好，我哋去第二章啦。第二章咧就係滿滿的福報，身體健康，生活好。點解我會寫呢一個感受咧？因為如果如無意外下，我應該會好長命啦。我覺得其實我本身就好中意跳舞拉筋，後來咧就中意咗爬山、上山同埋斷食啦。但係我唔係諗住要養生嘅，即係本來我唔係諗住要身體健康去做呢樣嘢，係本身我係中意做呢樣嘢，而先至變成身體健康。所以其實我覺得個福報好大啊，因為你唔係預先計劃嘅，你係咁樣走上呢條路。點解咁講呢？首先參加禪修嘅人有20幾歲到90歲嘅人都有，但係集中都係30幾至60歲呢一段組別最多人。咁禪修人主要分4個1小時嘅打坐，2個30分鐘嘅站樁，然之後2次師傅開示，1次問答，仲有朝頭早1個鐘嘅輕微拉筋，30分鐘左右嘅家務啦。咁所以你見到大部分時間都係坐㗎咋，其實企嘅時間好少，即係勞動嘅時間真係好少。咁午餐之後有1.5小時休息，5點半至7點咧都係梳洗休息。咁你會發現呢2段長時間嘅休息咧，啲人會爭取時間梳洗，然之後瞓覺，熄燈，即係熄晒燈瞓覺。咁我頭先講咗禪修人嘅時間，大部分時間係冇勞動嘅，都係坐喺度打坐。咁夜晚9點半左右瞓，朝頭早4點半要起身，其實真係足夠瞓嘅，足有餘。但係你見到佢哋好勞累，即係佢哋好攰。咁其實就可以知道平時喺城市嘅生活咧係好辛勞，即係你喺城市生活真係好扯啊！我哋廣東話好扯啦，即係好搏殺。所以你嚟到呢啲禪修營咧，先至會咁攰，咁即係放鬆咗嘛，你就會覺得哇，真係好攰，然之後就要成日瞓覺。咁但係我咧就冇少睡，因為我頭先講，因為我已經自律咗生活咧，我生活其實我唔會俾自己去追求社會嘅追逐啊，所以我係除咗嗰7個鐘啊，9點半至4點半，7至8個鐘左右，好似有7個鐘，係啊，7個鐘瞓得好舒服，跟住我成日都冇少睡咯。然之後我仲特登揾係12點大太陽走去揾個太陽嗰度曬，跟住再有同埋朝頭早嗰1個鐘嘅小拉筋咧，對我嚟講真係好冇力度啊！因為首先講老人家唔講啦，老人家嘅機能已經開始衰退，咁當中有幾位30幾歲嘅即係男士啦，每次做呢啲有掌上壓啊或者大髀用力咧，哇！尤其是平板支撐，叫到咧叫苦連天咁樣啦。跟住但係對我嚟講係冇，因為我已經話我好中意拉筋跳舞，跟住我又行山。你啲平板我平時係做2分30秒嘅平板，佢淨係做一陣間，好少嘅咋。佢嘅平板對我嚟講，簡直哇！我都未 feel 到我平時嗰個力度咧，就已經完咗。跟住所以嗰1個鐘咧，我係完全氣都冇唞，即係好平靜，呼吸係冇提升到，好平靜咁樣咧，完結咗嗰1個拉筋。然之後我要黃昏時間咧，再揾時間喺黃昏，即係佢哋要沖涼梳洗，我由嗰個時間我就去再加，即係做翻我自己嗰啲嘅強度高少少嘅拉筋。因為呢個係喺類似青年宿舍嘛，頭先講咗，所以咧禪修咧係喺會議室。咁咧冷氣又話太凍啦，如果太陽曬又話太熱啦。咁其實冷氣都淨係開咗一部啊，有陣時仲要25、6度咧。咁我都好熱嘅啦，其實25、6度仲要你差唔多成70幾80個人喎。咁咧佢哋仲係將自己包到好似愛斯基摩人嗰啲咧，由頭包到落腳。咁其實可以見到咧，佢哋嘅身體係好虛弱，抵抗力好差。咁呢啲其實都係城市都市病嚟嘅。咁後尾之後嗰幾日咧，開始有人感冒啊，陸陸續續有感冒。咁所以禪修人真係比城市人嘅。咁其實我分享呢一個身體健康生活號咧，其實係想講我真係好大福報，因為當你見到城市人同你自己改變咗生活習慣之後咧，嗰個對比好大分別啊。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唔係話
話你養生好似話你年紀大啊養生啊呢啲，唔係啊，係講緊其實你係累積緊福報，即係如果你唔想之後好多病痛咁樣等死，因為我哋人係一定會死嘅，咁你想老咗可以冇咁多病痛咁樣過身啦，定係咧，即係呢度痛嗰度痛，哇！我又驚凍又怕熱，咁我就覺得你要好好鍛煉身體，即係運動係真係需要嘅，尤其是肌肉。OK， 其實佛學師傅有講過，老咗唔好連累，即係唔好要去人哋嚟照顧你，都係一種積功德嚟啊！即係你如果老咗要好多人去照顧你咧，其實你都係做業咯，都係一個業力嚟，所以就大家要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。好，第三章啊，第三章咧就係文化不同，思考模式不一樣。